歡迎再返嚟我哋基督化管理教室第一個系列嘅第二集。今集嘅題目係上帝仍在管理他的計劃與參與。我係你嘅老師 Anissa。先講返上一集，我哋設定咗基督化管理嘅根基係上帝仍在管理。管理係上帝用祝福賜俾我哋嘅禮物。整本聖經咧都有記錄嘅。同近代嘅發展管理方面嘅咧，當然係唔相同啦。今集我哋將會細緻嘅係講解上帝仍在管理呢個基礎。我哋必須去理解呢一個係第一個抽象嘅觀念，上帝嘅動態持續介入我哋嘅侍奉同生命，建立呢個理念咧，幫助我哋面對人生嘅起伏，特別係困難或者睇到有挫折嘅時刻。可以分辨仍在上帝管理裏邊，還定是係歸咎於運氣。我哋咧探索呢個源頭同核心，上帝仍在管理，就有上帝管理嘅內容啦。持續嘅管理，動態嘅互動。第一，創世紀，上帝做咗呢個光體內管理晝夜。呢個證明管理喺創造時候已經存在。個法則同埋定律都係有關係嘅。上帝對人類嘅管理咧，絕對唔係設定一啲嘅定律就撒手唔管啦，係繼續嘅進行更多上帝同人之間嘅互動。上帝嘅管理咧持續而且係動態嘅理念，有聖經嘅根據，佢係唔會將我哋當作花瓶或者機械人嚟嘅看待。上帝係個別親自管理同教導人，唔係法則嘅靜態嘅定律。第二，當我哋承認上帝仍在管理嘅時候咧，我哋嘅定位咧就變得好清晰啦。我哋係坐喺助手嘅位置，而唔係個船長。我哋係受託嘅僕人同助手，係跟隨同順從，唔係主導同埋僭越。我哋唔能夠踢走上帝。目標係完成佢嘅大使命計劃，因為大使命係上帝嘅吩咐同計劃。第三，聖經中嘅記載，例如約翰福音，耶穌基督嘅救贖計劃嘅指示，我哋睇到上帝嘅大能、時間、成個計劃同埋安排。呢一個係聖經裏邊俾到我哋睇到嘅提點，唔係一個裝飾品嚟嘅，係一個旁證同埋提醒。上帝親自參與管理我哋嘅人生，包括咗巨大嘅重要嘅計劃，就係重生嘅計劃。個人咧有恩典作為佢嘅助手去做佢嘅工作。聖經嘅例子係有嘅，上帝管理其中一個最震撼嘅一個實證之一，係嚟自耶利米書1章10節。呢個係對耶利米先知嘅呼召，先知面對上帝嘅計劃內容。喺整卷書都一一嘅係記錄，同時咧係描繪咗上帝管理時所採用嘅其中一個動態程序，不單只係喺耶利米先知同以色列民族記錄裏邊發現到。我建議咧可以理解為上帝在管理嘅內容。經文咁樣講：我今日立你在列邦列國之上，為要拔出、拆毀、毀壞、領導，又要建立、栽植。上帝係圖嘅6個步驟。第一，拔出、拆毀、毀壞、傾覆。我會講傾覆係講緊前期嘅處理。呢4個動詞咧都係負面嘅。上帝喺建設之前咧，先清除舊有腐敗或者不合心意嘅部分。耶利米書咧係面對住呢個國家。我哋睇到摩西嘅個人嘅生命啦，約拿嘅侍奉啦，以神為本嘅核心價值係出現咗。上帝會親自動手處理不合乎嘅模式、傳統習慣或者係個人嘅驕傲。第二咧，有些時候咧，我哋喺侍奉或者生活困難嘅時候，我就會歸咎於運氣或者人為嘅疏忽。不妨我哋諗諗，可能係上帝執行佢嘅拔出嘅程序，嗰啲不屬於佢嘅根拉咗出嚟。我明白呢個挑戰咧係比較難以理解，或者係相比承認自己或者過去帶嚟嘅問題係更加困難。
因為咧上帝係冇放下我哋不顧，佢仍在管理。進到去建立栽植啦，即係後期嘅重建。喺清除之後咧，接續進行係建立同埋栽植。上帝動手為佢嘅人係做屬靈生命重建嘅程序。上帝喺人身上嘅計劃咧，從來唔係為咗毀滅，而係建立更好，遠離罪，更係佢最合佢嘅心意。呢6個步驟係上帝做主動，以佢為核心。我哋作為信徒擔任協助嘅僕人身份，或者變成主角，因為係正被管理嗰個。聖經第2個例子喺聖經嘅箴言3章5至7節，係智者嘅勸告：專心仰賴，不可倚靠自己嘅聰明。呢個都係做助手嘅態度同埋智慧。我哋對上帝嘅認識係咪足夠豐富同埋堅定呢？對上帝嘅管理嘅動態而且持續係唔能夠測透嘅步驟，我哋覺得有幾多呢？作為助手嘅時候，佢指導我哋面對佢嘅管理。成段經文係你要專心仰賴耶和華，不可倚靠自己嘅聰明，在你一切所行的路上都要認定他，他必使你的道路平直。呢個唔係心理嘅建設同埋口號，係將信心建立喺上帝裏邊，以神為本，或者係以上帝為中心。總之，不以我為本。第一，作為助手，必須明白管理呢個掌權唔係我哋，而係上帝。我哋坐喺佢嗰條船上面，我哋嘅角色係受託僕人，按照佢嘅計劃被指派工作。當我哋冇放下自己嘅主導權咧，就會傾向依靠自己嘅聰明，用經驗、知識去嘗試主導上帝嘅計劃。第二，專心仰賴，係要保持一個靈命嘅敏銳度。我哋遇到困難度越高嘅事咧，尋找上帝嘅管理就更加重要。唔單止係尋找，係要遵照、跟隨同依賴嘅地步。我哋需要不斷嘅渴求，思想上帝嘅方法，提高呢個敏感度，然後認定行在佢嘅道路，避免陷入自己嘅聰明同埋使用自己嘅管理嘅困境。而第三，聖經嘅基準，聖經記錄嘅管理雖然好多，但係咧就冇指明有管理2個字咧係擺咗落去。同樣地，好多生活細節咧都冇指明，但係咧我哋都係要進行嘅，因為咧呢個係上帝使用聖經教訓同督責我哋。我哋可以相信以聖經作為我哋嘅基準。上帝嘅道路高過我哋嘅道路，佢嘅意念高過我哋嘅意念。專心仰賴就係將我哋嘅道路平直，讓我哋行走喺上帝嘅旨意當中。今集有個小嘅總結，上帝仍在管理係有內容嘅。聖經嘅記錄唔單止教導我哋做個好人，係上帝豐富智慧嘅實證，包括咗管理，製造咗基督化管理嘅材料，堅固嘅地基。上帝嘅管理係動態而且係持續，其中上帝使用咗包括耶利米先知見證嘅拔出、拆毀、毀壞、傾覆，又要建立、栽植，係對國家、國民同埋個別生命同埋嘅侍奉嘅提醒。上帝向佢嘅僕人動手做管理，僕人接受讓上帝管理我呢個起步，我哋必會面對放下主權啦，專心仰賴佢嘅智慧同計劃啦。做助手係唔會主導、唔僭越嘅。3條嘅問題俾大家去思考、去諗諗。第一，回想過去喺侍奉或者生活困難嘅時候，例如某個項目突然中斷，或者係團隊關係破裂，你會視為係上帝管理嘅拆毀或者毀壞嘅步驟嗎？還係堅持歸咎於運氣或者係人為疏忽？上帝視嘅角度同停留喺人嘅角度，你認為兩者嘅處理方式有冇分別呢？
第二條問題，喺面對困難較高嘅事情裏邊，會否禱告渴求上帝插手？你覺得佢指示並解決事情，呢個係上帝在管理嗎？你會採取讀經、禱告，或係尋求屬靈導師嘅幫助嚟尋求上帝嘅指示呢？第三條，你是否願意放低自己嘅主導權，視自己為上帝嘅助手？點樣去服從而唔僭越呢？有邊啲係最難放下控制權嘅侍奉同工作呢？下集我哋會探討20為本，呢一個係管理理念嘅核心價值，亦都係4個支柱嘅原則之一。歡迎留言講下你嘅意見，我哋一起嘅探討。